年尾要过年啊，台南好相堂甲普济协会伫旧历过年进前，拢会有一个传统是办封平安茶活动。先会甲旧年放翁仔的茶米摕出来泡，互大家啉来临平安；，佫会放新的茶米放入去翁仔，再佫摕去神明桌拜一冬，逐年拢会安尼一直延续落去。 庙方人员豆豆刷叮当，把这个伫庙内放一冬久的翁仔捧出来，旧年因放的茶米，准备要做开封仪式。每当旧历过年进前，台南的好信堂参普济协会拢会办封平安茶文化活动，把旧年放起来的茶米拍开了后，再个放新的入去翁仔内。庙方讲，每当济民众会来体验，互大家拿较茶米，拿祈求新年的愿望，就尾再个提起神明桌拜一冬。囡仔嘛是欢喜啊！好，定年有参加过无？哦，我们每年都来嘞。以往吼，拢咱的庙宇吼，拢是以平安符来祈求咱社区的平安。咱以用茶叶会较接受较侪人，所以咱会用平安有化符变平安的这构想，咱改成封平安茶。咱搁甲新的一档的愿望，搁放伫茶馆内底，安尼一直延续落去，嘛是算社区一种永续的迄个行为。庙方指出，今年大好是12档一颗的王献大典，配合皇帝文化，伊嘛特别准备一包茶米，要添载予大天顺手，祈求众神庇佑，地方平安。唔干那安尼，连附近的高中生嘛是坐来行打，熟悉在地文化，甚至佮发挥因的专长来遮做茶师，替旧年放的茶米泡予大家临平安。温壶之后倒入茶海。 再倒入杯子之中，觉得这个文化非常好，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了解。第二年的时阵有学一档的迄个泡茶的，因为因有来熟悉过了，今年有愈进步。今年一届的皇帝文化够大，愈办愈盛大。庙方这届激头脑，发挥创意，手头添修的意涵，用这来做框架，通互众人甲平安茶米带动去。因希望用这趣味的方式，互众人明白社区多元的宗教文化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